乡亲若要过年咯，若要包红包要来换新钱。2月初3到2月初9的上半日，会当到北京的金融机构，总共454个据点去换。过年发红包，民众拢是要发新钱，不过你敢知影新钱要去倒位换？来，斟酌听。洽请台湾银行、土地银行、和库银行、第一银行、华南银行、彰化银行，还有台湾中小企业银行7家银行，再加上中华邮政公司，总共有8家的金融机构。今旧年，央行讲换新钱的所在，拢会当透过央行人面册含区块地图来找。8间金融机构拢总454间银行，为2月初3开始到2月初9，5天的时间点开放，予大家来换新钱。红记价100块，大人限制换100张。不过，若是无钱发红包，嘛无红包通领，要安怎？今年春节加码总推出总共8.6亿。台彩为了过年18亿6千万的奖金是4年来上悬的。大乐透为2月初9开始，小人数13天开奖，史上上久，够360组100万春节大红包。就看提供票甘愿意赏你一个大红包。